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春節返鄉見聞。每年春節大家回到自己的家鄉，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感想、感慨。這種感想、感慨不僅有這個1、2線城市到小縣城甚至農村這種落差，還有這種體制內外這種差別。有的在小縣城但是它是體制內，你即便在華為大廠，那也意味着是動盪不安。有很多人白領從這個深圳、上海，從這個大廠回到農村或者回到縣城，發現縣城的同學日子過得也很滋潤或者滋潤或者焦慮，然後產生一些感想。所以每年這個時候網上就有大量的春節返鄉見聞。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叫尼德羅，他寫的叫春節返鄉見聞感想。什麼感想呢？是夫妻都在體制內並育有2胎才是人上人，就是夫妻倆都在體制內，然後生了2娃，這個是人上人。為什麼會這種說法呢？我們看看這個作者怎麼說的作者說他今年春節回到了浙江西部那個5線小城，經濟上常被戲稱為浙江的東北，待了整整1周，親眼目睹了那些曾經熱熱鬧鬧卻如今近乎廢棄的嶄新商場，人口凋零的新城小區，也親身經歷了鄉下鎮上年29堵車半小時的奇觀。拜年路上和體制內外親戚、老同學、發小們喝茶聊天，漫無邊際的扯淡，做了些非正式的訪談。回想這些所見所聞感想，作者覺得今年最扎心的結論只有一個，說夫妻都在體制內並育有2胎才是當下縣城不折不扣的人上人。這個和我們以前說的縣城婆羅門好像有點不太一樣了可見這個縣城婆羅門經過這2年之後日子也不好過了，反而是這個體制內的公務員稍微穩定一點。我們看他怎麼說的作者通過這篇文章把這次返鄉的點點滴滴慢慢展開。我呢結合他這個文章再談一談我本人，對吧？還有其他的這個作者全國各地返鄉這些人的一些觀察，咱們來談一談現在縣城是什麼樣子。他这文章第一個說保運轉成了全縣最硬核的共識。雖然是浙江但是他那個浙江北部經濟條件就一般。家族聚會閒聊時，大家最常提起的一個詞就是保運轉，連着幾年都沒有暴富案例，只有欠債破產應收賬款的故事。一位親戚的足浴店徹底黃了，欠了一屁股債，正好欠給了另一位晚輩供職的那家銀行。另一位在縣城做軟件企業的高管沈成就是杭州苦笑着說，如今政府項目金額規模小得可憐，招標難，要賬更煩，錢沒賺多少，關係卻得天天維繫。我想大家如果這一次回去過年，恐怕聽到最多的就是錢難賺。你看各行各業都說今天錢難賺了，沒賺到錢。體制內公務員因為旱澇保收，地位依然穩如泰山。儘管2025年收入有所下滑，但他們依然堅挺地站在家族鄙視鏈的頂端。最讓人羨慕的還是那些已經退休的公務員和老師，比如胡一靜這樣的相對於基層政府捉襟見肘的財政預算和基層幹部繁瑣無趣的工作，他們拿着高昂的退休金，真正趕上了時代紅利，傲視整個家族。作者說他有個遠房舅舅，退休前是縣教育局的科員，現在每月退休金加各種補貼輕鬆過萬，逢年過節給晚輩發紅包都是最大手筆的那一個。親戚們私下裡都說，舅舅這輩子算是躺贏了。基層幹部其實是令人羨慕的夾心餅乾。無論如何，基層公務員都是讓普通人羨慕的群體，收入、地位、辦事便利程度都是一流的。一位老同学现在是某镇的副镇长，小区某个井蓋開車經過出現噪音問題，就是車在井蓋上一壓就咣當一聲響這不有噪音嗎？這個副鎮長抄起電話打給社區書記，當天下午就修好了。據他說全縣副科以上縣管幹部1400多人，而全縣實際生活人口不足30萬，這個群體佔比僅
0.5%，妥妥的婆罗门一族。30万的一个县，居然有1400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这就是問題所在呀。說，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苦惱也不少，善集千萬條線，最終匯到基層，本已任務繁重，更有各種招商、環保、安全、黨建等事務巨細的排名，讓他們壓力山大。黨建排名不是看年終，而是每月每週都在比，一旦名次落後，電話轟炸就來了，不得安生。用那位同學的話說啊，主要忙着甩鍋卸責，數據造假，哪有什麼時間精力來搞創新？那就是形式主義，就是應付，精力都用在這上面。也就是說啊，大頭花着錢養了這麼多人，養這麼多人幹什麼呢？搞形式主義，搞應付。那你說這不是巨大的浪費嗎？它不產生經濟效益啊，這就是為什麼啊 GDP 5%增長，但是每個人都覺得累的原因。第二個啊，基層財政的壓力已經到了非常規手段的階段，沒人真正知道基層財政壓力到底有多大。說單從側面看已經很恐怖。作為一個被限制工業發展的縣城，大部分財政依賴善集轉移支付。去年開始，一些非常規手段開始頻頻出現。一位中小企業管理層私下透露，他們公司被查稅，最終繳納了500萬元罰款才了事。另一位在銀行工作的同學說，他們行被罰了2000萬元。這筆錢究竟怎麼上交，大家都不清楚。但這些現象都從側面印證了縣級財政的極度吃緊。所以說啊，當東北某些地方把泥巴賣出金子的價格就不足為奇，那還是很文明的啊，很禮貌的，總比直接罰款強。罰款終究是殺雞取卵，縣裡的領導們也想開源，比如賣掉旅遊景區的運營權，當然得通過投資平台操作，但這終究是一次性收益。為了創造持續性收入，領導們一拍大腿，花了數億建造一座什麼什麼禪寺，就是修寺廟啊，試圖通過香火錢來增收。值得玩味的是，這招並非獨創，杭州地區近幾年爆火的寺廟，很多人都知道內在邏輯。可惜目前這個項目已經延宕數年，處於暫停階段，只看見花了數億元建成的雄偉大殿，卻不見絡繹不絕的香客，增收之夢看來並不如規劃時那麼順利。這2年啊，很多寺廟的香火據說非常旺，一年比一年旺，這本身也說明啊，經濟低迷，大家內心焦慮，經濟下行，找不到工作，沒有辦法，自己改變不了，只能向佛祖啊，對吧，去求救，來安撫自己的內心啊，來求佛祖保佑發財，馬上有錢。這個一點都不是這麼開玩笑啊，連這個首富王健林遇到困難，那不也去白馬寺燒香嗎？見到菩薩就要拜嗎？何況普通的牛馬韭菜無力改天換命啊，他只能求菩薩。所以說這2年這個那寺廟的香火是特別旺，牛馬韭菜只能把自己的未來寄託在佛祖身上。所以很多地方啊，抓住這個機會大修寺廟，對吧？你進去燒香，你交門票等等都不得交錢嗎？那功德箱裡面都是錢呢。現在很多地方啊，就是寺廟的錢多，要不然這個施永信叫劉永成是吧？咋被抓了呢？很多地方政府跟寺廟借錢發工資啊，你跟佛祖借錢發工資，這個就是經濟怪現象。哎，這樣的故事恐怕大家也都略有耳聞，對吧？第3個說啊，人口銳減才是比財政崩潰更恐怖的事。也就是說，財政崩潰已經夠頭疼了，對吧？工資發不出來，但是啊，那是近憂，遠憂是什麼？更大的災難就是人口銳減。這個作者說啊，比財政更讓人心涼的是人口的斷崖式流失。家鄉村鎮名義上常住人口超過30萬，實際生活人口已不足25萬。這幾年出生人口斷崖下跌，每年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幾千，加上外出讀書就業跟隨子女，每年流失上千人口，導致每4、5年就減少1萬人。作者說啊，回到自己的村子跟長輩聊天才知道，去年全村戶籍人口600多，實際生活人口80多，死亡6人，出生是0人，就沒有出生的。隔壁大村也好不到哪裡去，死亡11人，出生2人。照這個速度，到2040年，村莊將徹底無人居住。從財政角度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稅收；從發展角度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未來。這種人口空心化，在全國很多縣城都上演着同樣的劇本。年輕人跑出去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小孩長大後也跑出去，村莊就這麼一點點的死掉。這個我回家看
看到也是這個情況啊，農村空心化、老齡化非常嚴重。再過10來年啊，這個農村確實恐怕就人家更少。這個作者說啊，家族聚會已成為正常人專屬派對。那言下之意就是還有很多非正常人不參加家族聚會。他說正月初3，作者參加了家族50多人的大聚會，有長輩，有孩子，也有我們這些中年人。但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大齡未婚者、已婚選擇不育者、成為老賴外出討債者，以及6月要參加高考的娃都不見蹤影。前2種屬於理論上不孝的典型，中間屬於社會性死亡，最後一種是被通貨膨脹、學歷項目徹底扭曲。他說只有我們這些按部就班結婚生子買房的人才有資格參加家庭聚會，才能獲得喘息的空間。當然他說這裡也有層級差別，也就是有鄙視鏈啊。說夫妻雙方均為體制內並育有2胎家庭视為大孝，也就是按照這個家族傳統觀念啊，這樣的人啊，那是絕对的大孝，大樹特樹，是好孩子，是標杆。仅一方體制內但生育了2胎视為忠孝，夫妻倆有一個人在體制內，但是也生了2孩子，那這個家庭啊，那就是也是不錯，中等。像作者这樣啊，在市場裡討生活，又不聽勸，不願意生2胎的，也就是沒有進入體制內，然後也沒生2胎，只能說勉強合格，微笑。實際上這一幕啊，其實在全國很多返鄉場景都在上演。縣城表面繁華，奶茶店門口排長隊，景區擠滿遊客，短期消費看似乎旺盛，但表象之下是腰斬的樓市、寒冷的就業市場、創新高的破產企業數據、持續緊縮的基層財政、工作壓力和不可言說的監察反腐的趨勢，讓縣城官民頭頂永遠籠罩着一片烏雲。市場的萎縮讓更多人不得不游向體制內，長輩雄厚的財力和甘願付出的精神令他們在代際溝通中佔據更大的優勢。這2股力量最終匯成一朵巨浪，托舉起縣城內最耀眼的一小撮人上人。什麼人上人呢？就是夫妻都在體制內並生育了2個孩子。實際上大家恐怕或多或少也能感受到啊，今年返鄉所見所聞都沒有了往年的刺激。因為往年啊，你一回家過年多多少少都聽見誰誰誰家發財了，誰誰誰又怎麼着了，上天了，入地了，對吧？買了豪車了，找到了好工作，總有這樣的說法，对吧？但是今年啊，這樣的說法少了很多。全國層面今年為什麼見不到那麼多回鄉見聞，就是刺激的這種消息啊？其實答案很簡單，沒什麼變化，也沒什麼刺激的故事了。往年那些讓人血脈噴張的段子，誰家兒子廣州開廠發大財，村裡老光棍養豬發財娶媳婦，65歲老太太廣州奔老頭啊，搞一套房，王木匠在北京裝修買奔馳，村頭小翠花杭州找野男人，這狗血故事啊，今年統統沒有了。為什麼呢？暴富的神話破滅了，創業密謀黃了，野男人也沒錢了，姑娘變精了，考上清北，那純粹是想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更赤裸裸的现實分层，體制內旱澇保收加2胎家庭成了絕對的人生贏家，其他人則在活着與生活之間苦苦掙扎。作者說啊，看到杭州靈隱寺烏泱的人群，作者就想起家附近的雍和宮，大年初一那炷香雙排隊能排2公里。作者說啊，最煩排隊和擁擠，你給錢都不去，纯粹耽誤時間，花錢受罪。80年代，作者陪飛行團去空軍療養院時，走路就能逛遍灵隱寺、西湖、花港、觀魚。可現在這些遠離文明的人，每逢節假日趨之若鶩，不是真信仰，而是實力、實用、功利。再怎麼拜，窮還是很穩定。如果拜佛有用，你連寺廟的門都進不去。如果拜佛有用，如果灵隱寺真的靈的話啊，那巴沙爾怎麼跑到俄羅斯去了呢？拜佛也管用，首富王健林怎麼現在越來越瘦？拜佛也有用，那释永信怎麼被抓了呢？但是没有辦法啊，牛马和韭菜在現實的鐵錘面前，還是把希望寄托在佛身上。雖然佛管不了，萬一管用呢？這個作者啊，文章第6部分他說啊，全國返鄉的聲音，大城市活着，小城市生活。我們在大城市僅僅是維持活着，但是小城市的那些同學，他們才叫生活。春節像一個巨大的坐標系，讓散落在體
天南海北的年輕人短暫回歸原點，一線城市打拼者與留守縣城的老同學飯桌重疊，無聲的比較就開始了。北漂10年的張宇說我最怕翻手機相冊，最近幾個月的照片不是工位就是地鐵站，沒一張像樣的生活照。回石家莊鹿泉老家和老同學李磊一比，我覺得自己只是活着，他才是真正在生活。李磊在事業單位6點準時下班，陪孩子聚會，周末帶家人周邊遊，我加班到半夜，周末只想躺平回血。李磊2015年買的120平房子，總價不到80萬，月供2000多，比我北京次卧房租還便宜。他那是資產，我這是消費。我工資高1倍多，但花銷更大，剩不了多少。他掙得少，成本低，反而能存錢。去年又買小戶型為孩子上學準備。我這種活着的狀態不知還要持續多久。河南18縣小縣城25歲工程師林澤他說大部分同學回老家當老師公務員，我一度不羨慕他們，覺得路是自己選的。但2025年父母生病，我遠在上海，沒法第一時間趕回去，只能托發小幫忙。那一刻我第一次認真想，是為了家人回老家，還是繼續留在上海。發小早結婚買房，提40多萬的車，今年4月當爸爸，有房有車有孩子，活成世俗的圓滿人生。我月薪是他2倍多，但上海生活成本高，隨便聚餐300-400，老家100塊就吃得很舒服。每次看到他，我都自我懷疑，我這條路對嗎？我羨慕他們的穩定，他們羨慕我的自由和見聞，我們互相羨慕，卻都不願互換。這個就像張朝陽一樣張朝陽已經財富自由了，但他羨慕做自媒體，他想做自媒體，你說這叫什麼事？我跟他換一下也挺好。所以說這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你千萬不要互相亂比。你眼中的不堪很有可能是別人正追求的，你眼中追求的，对吧？那種至尊無上的生活，可能正是別人想拋棄的。就像旅遊一樣，对吧？你喜歡去的那些地方，都是別人厭倦的地方，人家生活累了，你在待夠的地方，正是別人想去嘗鮮的地方，想去參觀的地方。福建漳州3線城市陳鑫給自己打分，說工作20分，房子20分，家庭20分，兒女雙傳20分，周末自由20分，滿分100分。他深漂7年，在深圳待了7年，勉強50分。老家同學一個幫家裡家電生意，2套房，兒女雙傳，100分生活。另一個開羽毛球館，瀟灑自在，80分。他們說你大城市50分等於我們100分，但陳鑫心裡清楚，他願意換，他們未必願意。傳統家庭觀念裡，模板化人生才是正確的。北京的互聯網從業者周說高鐵站出來，四川縣城同學開着第2輛豪車來接我，我這個牛馬心裡不是滋味。30多歲連駕照都沒有，在北京買車不合算，可看到同學輕鬆擁有30萬座駕，理性動搖。他們父母多體制內，月薪6-7千也能買房買車，他們有房有車有家庭孩子，職場受挫，家庭安慰，事業有房不慌。我在北京所在寫字樓，他們隨時自駕出遊，縣城生活品質提升，瑞幸、蜜雪冰城、山姆都有，但人情關係是關鍵，拼父母人脈。我依然選北京，既留戀機會自由，也羨慕他們的安穩。實際上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杭州醫療運營李媛媛她說我在杭州有房有穩定工作，同學羨慕我闖出一片天地，但我暗暗羨慕他們。老家浙江農村，高考高分進上海医科大學，我一度是傳奇，但後來考研失敗，進醫藥公司，收入體面，卻總有不確定感。2022年用全部積蓄買遠郊房，以為抓住歸宿，可房價暴跌，又開始自我懷疑。我把臥室租出去，提前做1周飯菜帶去單位，同事誇自律，我卻覺得只是防禦姿態。那些同學在銀行事業單位，沒房貸車貸，周末陪父母，節奏慢但穩。我有時想，如果沒留在大城市，會不會輕鬆些？可真回去我又不習慣。我現在懸在半空，高不成低不就。也許有一天我不再用社會標準衡量自己，才能找到內心確定感。一位在北京互聯網運營的網友說回老家3天就想逃回北京。朋友家160平大平層，老公公務員，2人月薪剛過萬，卻住大平層，開20多萬的車，老人幫襯，生活滋潤。我在北京合租80平2房，學歷比他高，賺得多，卻
抠抠搜搜，他消費不眨眼，我卻總糾結剛需。他生活確定到能看到幾十年後，可這份確定對我也是被困住。我不想一輩子待小城，不想家長裡短循環，不想放棄變好的機會。北京給我拼搏氣氛和空間，我可以搞錢提升自己，開拓眼界，羨慕他房子和愜意，但不羨慕他這個人。實際上啊，就是這些聲音啊拼在一起，就是2026年春節返鄉的真實圖景。縣城收縮，體制內二胎家庭成為人上人的標杆，大城市年輕人活着而非生活，互相羨慕卻不願意互換，暴富神話破滅，只剩保運轉和分層的現實。我看完這個文章啊和這些回鄉見聞錄啊，我只想說啊，2026年中國縣城已經進入體制內二胎等於人上人的赤裸現實。浙西小城表面奶茶排长隊，景區熱鬧，但是底層啊卻是零出生人口，財政靠罰款，基層忙甩鍋造假。那這個還能持續多長時間呢？有可持續性嗎？如果這些不能持續，體制內二胎又能堅持多長時間？所以一切都是短暫的。所謂的體制內啊，夫妻倆都体制內二胎，現在是人上人，那只不過是显出來了，也就是其他的都不行，把它显出来了。皮之不存，毛將复焉。但民营經濟，對吧？當其他人都不行的時候，體制內收入還能保得住嗎？二胎那是多大的消費啊！今年返鄉見聞沒了刺激故事，因為暴富沒了，創業黃了，野男人沒錢了，只剩赤裸的分層。體制內躺贏，市場側捲生捲死。所以在我看來啊，這不是城鄉差距，而是確定性與風險的終極對決。體制內二胎是大笑，但是啊，肉眼可見的這個船開不了多遠，它是慢慢的在往下沉，而這些人是綁定在這個船上的，想跳出這個船沒有那個力量，沒有那個能力。這才是悲哀的地方。大城市拼搏有缺憾，但是啊，他已經習慣了風浪，習慣了不穩定，反而有可能走出一條路，有可能求生，對吧？保留了逃離的可能。年輕人最聰明的地方就是看清满分人生是幻觉，对吧？幸福從來沒有一個模板，說這樣就是幸福，那樣就是幸福。接納自己，讓自己成長，給自己適當的壓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這個恐怕更重要。少一點比較，多一點自洽。2026年啊，一起慢慢躺，慢慢過。畢竟啊，品嘗缺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們都從農村小縣城或者是小城市出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那是通過巨大的能量啊，個人能量爆發，才逃離那個地方，逃逸出啊，就像那個分子啊或者什麼的，对吧？你現在有羡慕小城市或者是農村的這種安逸，你只看到了安逸，卻看不到背後它的風險，背後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隨時會墜落。縣城經濟，對吧？有很多地方啊，已經退化成公務員經濟，全部靠上面轉移支付。那這個你即便在這個體制內，你又能堅持多長時間呢？今年春節啊，走親戚啊，那個帶的禮品和往年都不一樣了，少了很多這種拎來拎去的啊，這種就是類似於面子，多了一些務實的東西。以前走親戚的時候，那手上得拎幾樣東西嘛，那你能拎什麼東西呢？這菸酒還有什麼一些不實用的啊，什麼老年保健品或者亂七八糟的啊，但現在這些都沒有了。送禮的人花錢，那收的人呢，人家也覺得這玩意兒沒用，就是扔在那當垃圾。過去經濟條件好的人無所謂，現在的吧，都條件不好了，那這些東西還有必要買嗎？非要湊4樣，湊幾樣，不必要了。如果你有錢，直接給點錢是最好的。所以這個就會導致降級。今年這個春節縣城的消費也是在降級啊，而且我明顯感覺到啊，今年這個煙花放的比去年都少了。那個爆竹聲呢，往年啊，那個從我們這兒習慣就是從下午大概3、4點開始放起，那鞭炮聲就不斷，一直到，對吧？大年除夕過了，第二年初一早上，鞭炮煙花那基本上不斷。但是今年就夠嗆了，今年首先一个这个鞭炮声音短，烟花的声音也短，都縮水了，沒錢了，對吧？隨便放一個意思一下，都是消費降級啊。以前這個年夜飯、團圓飯，哎，都要炫耀一下喝什麼酒，現在都已經不炫耀了啊，就是什麼酒喝，對吧？就是什麼白酒，隨便來2瓶就完了。我記得以前過年的時候，這個農村裡面他們見人發煙都是發華子，實際上工資也沒那麼高啊，但是春節，對吧？過年嘛，大家抽好一點，發那個中華，現在已經不了。現在你發煙直接人家不抽煙了，大部分都不抽煙，還有小部分抽煙的都是抽那些反正亂七八糟的啊，10幾塊錢一包的，發中華的少了。
啊，这就是消費降級。以前春節的吧，年夜飯，喝茅台，現在也不喝茅台了，直線降級啊，赤裸裸的降級。我們那個小縣城啊，以前那個春節啊，你到街上去，所有的飯館都要預定，而且它的後桌就後位啊，等位等的時間很長。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了，沒有那麼嚴重。為什麼呢？對吧？往年靠那個返鄉的人消費，現在返鄉的人他消費不了了，他在大城市待了半年都沒找到工作，都在吃老本，哪有錢消費啊？所以肉眼可見的啊，跟去年比確實冷淡了不少。這個經濟不行，還不是嘴上說說，關鍵是啊，這還不是到底了，這還是在過程中啊，什麼時候到底還不知道啊，我們且走且看吧。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